为何不知过意，却来包杀举子？先生有所不知，只因相国去世，夫人无消息，无了邻居，为尊不领远去，故扰不君，故而暂时栖居士中。哦，原来是此啊！哎，夫人平日是讲精进，什么人都不能进去的。张先生，请啊，好，请。红娘，开了家门，晓得。哎呀，财妇女眷来了，女上了多有不便。哎呀，这怎么好？啊！哎，张先生，快到这里躲一躲吧。哎呀，小姐快来，小姐快来。小姐你看，那边板子天红，好不有趣，小姐快来。
才嫁英英小姐，真是才妇英英小姐。那小娘子呢？那是小姐身边的侍女红娘。张先生，我师傅就要回来，请先生方丈开茶。小师傅先行一步，小生在后便到。此次先生就来。哎呀，你好啊！你曾一心参风眠，才定下铁定云边，若遇万修见面点，樱桃半残恰开颜，借我表子教育原是才女，才晚风闲。雄子凡人见过了万万千，死这段为人儿几成见。我眼花缭乱看难言，闻灵儿必去。半空天。
小姐，你看这里的别桃花开得多鲜艳啊！我照样子去，好不好？是的。小姐，小姐，我们回去吧。门也了梨花生源，本家儿好似晴天，恨天不与神方便，怎经得我一马心愿？正当他临去去不那一桩，哎呀，竟烦死哦！听罢这推过相思平。张先生，我师傅已经回来，请先生方丈台茶。好，小师傅，请。啊，小师傅万岁！啊，原来是红娘姐。红娘姐，有什么事吗？奉老夫人之命，当庭在即，不知长老可在方上？我师傅正在方上。此事也让小师傅领路。好，我真要被这位先生去见张老爷。张先生，请。既是这位小娘子去当庭在即，小生同去不便，就请谢应一步。此事少赔了。红娘姐，随我来。小娘举子身端上，见不见观音儿情话。此今是待月家中吉日郎，他夜雨巧眉弯忙，聪明伶俐不情长。啥的与斗金小姐同欢去，还需要殷勤文儿小妹相。未来必定从此经过，我不免在此等而与他，与我不可。哦，他来了！啊，小娘子，小生这厢有礼了，先生万福。
该是时候英英小姐的子女红娘进了。我便是何劳动的。小生有句话啊，管什么？言出之间不可乱发，一时生儿有理难办。请说吧。这个啊，小生心脏明公是君贼，本官西路人士，年方23岁，正有人气的资质见证，并不得谁问你嘞？我又不是顺民先生，有你的生生八世何用哦？哎，这位红娘姐，你家英英小姐，她可常出来走走么？出来便怎么样？夫人在草林边上，自家年轻教育当。谁从三尺童子辈，有朝不管十中堂。先生有非亲我故，不劳学学很端上。红娘姐，非礼不言是不逊，读书认真管法理迷茫，从今需要不乱讲。从今以后，当问的问，不当问的就不要胡问。你要是胡问啊，待老夫身份知你何地上，真是个书呆子。平时怕心惆怅，一天愁送来牵肠，小姐呀，你心中杀惧老玄堂，你不该领去回头望，今生啥不和你做平头脸？难道我前世少了团头香啊？红娘啊，你年纪小，性气刚，为什么冷若冰霜？哎呀，红娘啊，长郎失去相为忘，与小姐郎才女貌真相当。红娘啊，你不作美，我便不把小姐想。红娘啊，你可知这相思的罪啊，最难藏。斟杯茶一碗深，长须短叹，抚琴边讨正璀璨。死了，我不免向后上借得伸手一见，早晚也好再见英英小姐一面。但我就是这个旨意，我就是这个旨意哟。相公，行动！我到处找你都没有找到，你站在这里做什么呀？行动！相公，天子不早为地方，端去营里何处下？我到哪里啊？快到庙堂，你在哪里？此在船
莫为此两相，不信万事尽。实际听法聪所言，是英英小姐没完必到花园烧香，且是今夜月半风起，他则来自我听能看过十分清楚。我侧着耳朵听，我捏着脚步行，我自在台步长长等我那细细真真袅袅婷婷的唧唧音梦听得旧门儿呀的一声，风过去生命来，一相心生。我点茶脚尖儿仔细听去，鸟啊，比那个初见时月细真。我听小姐她做个好先生，一直想愿望无，早生天堂，儿子想愿老。喜欢心门我难讲，小姐为什么你到了第三次相心没有我了？给后娘来替你做到吧。愿小姐早配鸳鸯一个，官司谁有长鸳鸯，风里人的问谁？
去问长老，其实可以老相不做好事，你倒是问了没有？我问过了，张老师东岳府是随公之事，可以老相公做好事啊！小姐，我想起一件好笑的事来。什么好笑的事？前天老夫人命我去问再见的时候，碰见那时在酒门口遇见的那个秀人，她的红娘深深生。小娘子，我是英英小姐身边的红娘子吗？有啥？小生心中明公是君贼，本官西路人士，年方23岁，正月17日知识健身，并不能娶妻。哎呀，谁要你去问他嘞？谁问他嘞？他们放在详细的名字上，上出来走走嘛，被红娘好好的抢拔了一顿。啊，红娘，你不抢拔他也罢。哎呀，我不抢拔他，不知道他玩呀这些什么疯话呢？啊，红娘，你告诉老夫人没有？红娘，我没有告诉老夫人。啊，这些小事不得老夫人说也罢。红娘理会的。小姐你看，月到中天，再备一杯香吧。有怪无言伤心事，心在深深一他中。娘，小姐为何有此让谈？仔细想来，小姐此态必有所过。我不免以月光欢迎为敌，高迎一见，宽他是何？月色永永夜，花影影细细沉。似红林好喷，不见月中神。23岁不是娶妻的傻姑娘，好庆幸的事啊！她领得好吗？兰桂生寂寞，夫妻独芳尘，了得这么委屈吧？
忙听闭门声，快门声要神去心。有情归路里空庭，一马青云横对比。小弟，请为王安息去吧。长老，你也辛苦了。儿啊，才为娘嘞。长老，他是真的做完了吗？小弟，你看他一夜都没有停过。哎呀，长老，你多做一可不好吗？张先生，气色已明，你也该为王歇歇，老身也要别过了。怎么天亮了？恨杀女人归去早，步履片刻把我跑，有心真是多心好，多情巧美无情难。
不好了，怎么了？不能是将孙飞虎带领5000人马将师门团团围住，口口声声要怎么样？要将英英小姐逐个压在府城。这得了，长老，这真得了哦！夫人，可要报与小姐知道。母亲，娘啊！岂不是受不了俺的家谱？母亲，现在本是太平之际，还要有岂肯真顾陈从于世？世间啥就等这良心。娘啊！婆婆们共很认真，善于高洁，共善于太平之际，他自大难也为苦之啊！母亲，别有一气在此，儿女无知，啥有谁能开得实病的？儿心愿与那英雄。
谁不能门当户对？早晚将是血雨成人，我的儿子，自太委屈。还是上等有才能推得上边的老生做志愿，倒背长脸将小女迎。是他为妻，老生分明，我眼中真灵儿。还是人等听在，此今尚有人能推得上兵的？老夫人做事，竟愿倒背上脸，将莹莹小姐与他为妻，与他为妻。你那一介书生怎能推得上兵啊？你莫小看我书生意，我是一条兵马，情乱真伪。夫人，这位先生乃是老生亲戚，他倒有退兵之计呀。先生有何退兵之计？方才请长老当众晓谕夫人之意，小生与儿子生疏，同在危难之中，故安愿献退兵之计。首先先生仁义，方才有长老言过，有才能退得上兵的老生做子，愿将小女莹莹与他为妻。夫人言出之善，小生义不容辞，此事谈情宽心。长老，此事太平，还要继从长老。哎呀呀，老生年迈无用，怎能推得上兵啊？长老不必惊慌，去到中
碑之上小玉侧身，就是夫人言道，小姐消了在身，逃场功德力外，送与将军，只怕与君不利，请将人马暂退一箭之地，30之后逃场功德圆满，小姐还了计我，方能送与将军。那30之后又当是何呢？夫人不必烦急，小生有一股有心头明确，号称跑马将军，统领10万大军，征遂破关。小生与他有不败之交，一封书去，救兵必到。杀得跑马将军前来，何然一个生非妇？夫人但请放心。先生，请先休书过来。驷马早就写好了。贤弟，都看他不成，也真难为他了。此次多谢先生。可还有别的客人呐？哎呀，曾先生，不听大方对情，不随人心的众生，今生一心不必看，请归正因上上平平。像我张公也有精神哦。咦，张先生，你为我看着地上时光走来走去呀？红娘姐，小生他总少了一枚金儿，故而借着时光看看我的衣冠穿戴的精神会。他来为故人，真是个同母双弟。红娘姐，你来看看我的两鬓是何啊？你讲来话得长音，算来算到牙根。去见老夫，你为公去江南，两盘功劳是红的，先
是小姐心中十分恩深，从此为先生胸上放心。红娘，张先生来了哦。张先生，快来。少礼，老身也与你拜。不过小生真管道，现日这非张先生言语尽人，我和家性命及其先生所问。今日两位小侄非为毛利，聊表前人，望先生莫言轻慢我。这兵之派借夫人同伙，事已过去，不必花痴。张先生，请坐。红娘，宽居来。张先生，请莫因自卑。张在此，不问子，张公百里。红娘，须请小姐出来与张先生迎礼。小姐，老夫人请你出来迎礼你。哎呀！大不是张千元，他是成都谁人？不要说了，张先生等要关上了。实在下别墅长下瓦上路，委屈张生他老去说。小姐，你竟然这样打扮，连当儿也显得璀璨的可了。万里红娘须露宿，当着身心开阔。小姐，今日张生请了你，他心里不晓得要怎样快乐你。红娘难逃生，他望着相思，都为我。不为你小姐，又为哪个呢？是今老夫人把你们成就了。我说张生就是小姐你呀。红娘，难道今日之夜就算我张生的？可不就是你们的好欢颜交杯酒吗？母亲啊，你也不该把两番举动一番说，生前怕就真是路，总张我月的生张先生等久了，你还望我文字部，我转秋波。小生当年才是高开，他令王心草脚铺下毒瘾，如此多。见过母亲，儿啊，怕了。张先生，请常坐。不，小生理当是礼，也会与夫人内坐。到不得不恭敬不知从你，请张先生常坐。是此高坐了。儿啊，请前来。
娘带了儿的姑姑。这人就不带了，母娘变了卦了。宋今日你俩却是同胞兄妹，一本情义。呀，这相思今番黑的耶！只见他目定看眼，神色惧。只见他不哼不动，低头说：“真是过节时老姑姑，亲手出妹妹背姑姑。我今儿的在呀，心儿苦，满口话儿难倾诉，上转这也模糊，恰摆着眼睛做什么？姑娘，认真来。是张先生，儿啊，快上前与姑姑把盏。他既然咽不下这肉也进补，他起了这好事，化作了暖哭。儿啊，他与你姑姑把盏啊。张先生，请满饮慈悲。小生两盏，红娘敬了杯盏，红娘，请你将小鸡腿敬一杯。放在这里，小生两盏。小姐，这番要真生得了。而今烦恼万语苦，怕的是就是两真内讧。我有心想把衷肠诉，真内母亲在旁边说：长生啊，你不怨我明白，你我从此只差天涯阻。张先生，你我几位之情实是可惜，就请张先生满饮慈悲。听到他脸上笑乎乎，我知他来势惆怅，比酒多。他一封私信把这病破，他不想人怨想什么？受尽了电言，落空他母亲啊，你担心了虚名，你负了我好不明白的我。哎呀，爹爹呀！红娘，还好是你家小姐。是。小生做回了，告辞。且慢不够。
人心，小生有句话关什么？先生有话请讲。先生，沈飞夫为了子门，便在长征。夫人正色，不论后人能推测并地，就将英英小姐与他为妻，是有这句话吗？有啊。当此这事，是在听审而成。是张先生是在修了书信，请来白马将军推敲这并的。先生有我命之恩，怎奈先想过才夫人人请旨，借兵将位，即是小生所作。夫人理该精神献业，将英英小姐许与小生，我又何以兄妹相称啊？张先生，小女终身先想过才是，甚至需要老身的内臣陈衡。现在他有书信到来，确实寻到，他这来是叫老身何以为对哟？原来夫人是这个之意。请问夫人，要是白马将军不来，沈飞夫公传无力，请问小姐有时候得配于领着陈衡自顾张先生，事情我情愿都已经不相随，愿你另聘高门成为良典。夫人，当着小生挺身而出，岂会团夺你的钱财而来？你好小量我张公。张先生不必如此哦。张先生，你我今日之请，就请先生一时心想，以便细度报答。红娘，张先生在了，快送张先生书房安息去吧。是，明日便有话事。张先生，你少喝几杯，不是好么？哎呀，红娘子呀，你也糊涂，我喝什么酒来呀？小生是件小姐之恩，非亲忘产，谁搞不得别人强瞒不过你呀？现在这一封书信本不做到，可是你家夫人堂堂一品太君，金口玉言，聘许婚姻。红娘子呀，这不仅你我二人听见，两郎数不胜众，上有天下有地，八天菩萨都听见的呀。事情你家夫人多人变卦，怎叫小生心境极穷，更无别路。哎，我不是在你红娘姐跟前辛苦事情了吗？先生我话，夫人有言在先，事情反悔了。我是先生听了生气，就是我红娘听了，也是为先生不平。红娘姐，既有不平之意，何以教我啊？实在你说，今日之事都是夫人所赐，小碎弟弟一般心事。也罢，待红娘想过法儿，是你小姐一同行书。杀得红娘姐之此，小生生死不忘呀！张先生。
情啊情，小生与你无害相随，今夜这王大哥陷在你的身上了。向外尚无声息，想必小姐还不曾来意。哎呀，玉儿啊，玉儿，你看这小生份上，不为朝夕出泪吗？啊！趁醉伤心胜劝酒，两小同饮思情。首先生于张生雅定，他在西厢也下丹亭，我命小姐到花园烧香。怎么我进到花园，他还没有来呀？待我唤他一声，啊，小姐快来！对我带起情来。莫非是他？红娘，你听这是什么香啊？红娘听不出来，小姐你是才娘。
老夫人睡了没有？他不足提起刀枪把仗生用，他不要给山我立空，他不人高啊把风雨隆，他恰是儿女的女在小场中。他是一种海比种，都只为搅乱世风水此用。他丘比中我一同，分明是把老飞过西东，关外求断肠一字引千古，此心同心在不言中。向外时有生息，定是小计，待我在私谈也穷。唉，昔日司马相子曾谈一曲，明月风秋啊。小生起过似曾相识，这是小计，你要做当君，有时候比得上你呀。我今便将此曲打来。干得好啊！其实这一切，叫人听了不觉泪下。唉，夫人忘了你万走罢了，这是小计，你呀，你却不该识破我。哎呀，张生啊，张生，这是你出院了啊！
天。小姐不要害怕，红娘是与你做啥的呀？哎呀，万毕！啊，红娘，时日久了，我们回房去吧。小姐，那正是要追了，你知道吗？多罪。啊，红娘，这是真的吗？是算是真的了。哎呀，红娘，你去对他说，叫他再十几天。小姐，红娘这可就去。回房去吧。小姐呀，小姐，你多留一颗不好吗？哎呀，红娘子呀，你今日别与小生为娃不好吗？张先生，红娘子，红娘子呀，小姐她夜来听经讲了些什么啊？哎呀，张先生，你去相思谈得了，他只因杀气心颠倒，趁着东街郎一生死的是红娘来交道。小姐呀，红娘子想搞些什么？小先生，请先生再十几天啊！小姐她既有接连之心哦，红娘子呀，我这里有个金条，公安红娘子给予小姐。这无可不管，要是小姐一下子变了脸色，红娘，这是谁的言语？谁叫你拿来的？你这个小女子，尽管怎样回应？是说了这点儿，去告诉老夫人，她不要告我个办事日。小姐她就不会是此，这是红娘子，你不肯与小生带去吗？也罢，待小生明日多做些财物，呈现红娘子。啊，我是穿着你的财物才来的吗？哼！秀才家卖弄家事，实是把我红娘多伤心。我虽是女儿家有志气，难道是贪图你财物才到此？哎呀，红娘子呀，小生是错了，是错了。你上身可怜我，这个傻小子，说不定我替你想法子。好，就你红娘子。哎呀，红娘子呀，你是可怜我这个傻小子吧？这边才是。张先生，这上面说些什么呀？红娘子哟，先贤几句还文句，后贤无言八句诗。一人一副同心字，再现鸳鸯成双子。红娘子呀，我这个金条非同小可，我的红娘子呀，你要听我小心才哪过来嘛？管教我这张子，免得你还相思。多谢红娘子，你多谢红娘子，多谢红娘子哟。
正想着今天儿山上交托进我，只是叫我怎样去教育小姐你在场上做什么呀？啊，小姐，你还不曾梳洗呀？哎，夜来不正好在，身子困倦，懒得梳洗。你用过点心没耶？上礼。是小姐梳洗，带红娘到私下拿点心去。啊，红娘，老夫人在做什么？老夫人在教婚郎读书呢。啊，红娘，这半天不见你的影儿，你到哪里去了？我到西厢去了。啊，红娘梳洗吧，带红娘到私下拿点心去。我哪有什么心情梳洗哟？你听清，丢弃了女儿的心思，小草岸生死卷，自分永死。难得抬身一声长叹息，青云分裂，谁还青丝？眼中真闻常言之，恰原来一岁同堂子，今日红娘她常在此，叫人踏上费心思。这世界儿定是他叫红娘哪来的？哎呀，张生啊，张生，你也太大意了！张生多情，其次事情，叫人看了不胜感慨。我要负他一心，哎呀，有空为人知晓；啥不负他，哎呀，又叫人隔谁不想。相思恨
然拿来戏弄于我，我什么时候见过这样的东西的？我要告诉老夫人去，不当下你的下本写来。小姐叫我去看他，他才叫我带来的。小姐不叫我去看他，我过向他讨来吗？这是红娘又不是事，知道它里面写些什么呀？好，小姐不用闹，带红娘到老夫人跟前插水去。红娘，你到老夫人跟前插水哪一个啊？插水上身啊！哎呀，罢了，我是带着你玩的呀。哼，被老夫人知道了，怕不要当下我的下半身嘞。老夫人管你是有我听你说话，不妨事的。哟，小姐以为儿告诉老夫人当下我的下半身，以为儿倒又听我说话了。红娘，你近来说话有法不知轻重了。糊涂是叫小姐弄糊涂了。红娘，过去的事啊，就不必再去提他了。啊，红娘，我还不曾问你，今朝你到西厢去，那张生他到底怎么样了？我是，哎呀，你夸什呀？我是，哎呀，好姐姐，你夸什呀？哎呀，小姐，那张生睡得真难看，不是啥法怕动他。他果真变成这个样儿，也该催我太医与他看看真来呀。他生什么病嘞？他这是谁也苦把家计盼，因此才比情义放残。啥要想性命的安险，势必小姐去苦惧难。红娘，他这种胡言乱语，你下次休再向我来提。幸亏你的再问，这叫别人听见成什么话呢？小姐，你叫我去看他，我叫你去看他，这是兄妹之情，与我别异呀。小姐，张生愿意和小姐做兄妹吗？要不是老夫人许了又拿，人家管这样讲，管这样想嘛。哎，谁是我家亏负了他，他也不该如此。哎，罢了，待我3个见天儿去维持了他也就是了。哎呀！哎呀，小姐，你这是些什么来？这样不要害了他嘛？红娘，你不知道，我实不小心维持了他，以后还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事来呢。哎呀，小姐，你这是何苦啊？红娘，你去对他说，小姐叫你去看他，这是兄妹之情，叫他再也不要胡思乱想。以后这般，定要告诉老夫人知道，红娘就是连你我也脱不了关系。拿去，我不拿去，快拿去！我不去。你这小妮子好没有分晓。小姐，小姐，你这个心啊，往哪里死？
红娘姐，事情怎么样了？哎，不要傻了，不记事了，不记事了，小姐恼了。小姐她怎么会恼你？一定是你红娘姐不肯用心哦。是我不肯用心。哎呀，张先生，天在对上你，你那个信帖儿写得好哦，好。只愿你先生领情，真是我红娘为满。咋不愧小姐素相恋，今朝先前就办了案。从今儿相为少见面难，宣先生早行过，结来神山。哎呀，红娘姐呀！哎呀，张先生，再也不必收受你的费处了。啊，他小姐活我要委屈了。红娘姐，你不能走啊！你要是走了，我有谁替小生出主意？张先生，我管不了你们的红娘姐呀，你不能走啊！哎呀，红娘姐，红娘姐呀，你不能走！红娘姐，红娘姐呀，你不能走啊！哎呀，张先生，为了你那个线贴儿，小姐这差那公子耽误了，你晚来甩我。为了你恩情美满，先生儿必有摧残。哎呀，红娘姐呀，你一定要替我想个法儿才是啊！小生这条性命现在你的身上了。哎呀，红娘姐呀，你要去我的命啊！哎呀，张先生，经不起他变娃儿多深难，好叫我做鱼做人难。哎，我是关于他方式是什么？相信有为生在此。那，你自己拿去捆吧。红娘姐呀，小姐她有所到来，你何不重视？小生立该领情，既然不行，请小姐施策。张先生，你这是怎么了？红娘姐呀，小姐恼我都是假的，假的？你可知这书中之意？这书中之意这书中之意怎么样？书中要我今夜到花园相会。我才不信，信不信由你呀！啊，张先生，这上面是些什么呀？这上面乃无言是诗句，得要细想想，宁风无百开，隔江花影痛，你是鸟人来。哎呀，张先生，你不要念了，快解语我听吧。好，等我解语你听。得要细想想，小姐让我约上便去。要是今夜没有原谅你，红娘姐，此乃私意，此乃私意哟。迎风无帮开，小姐在开门等我。开门，隔江花影动，小姐要我跳蹦下去。跳下。哎，你是鸟上来，就是小生我来了张先生，真不是这样解，不是这样解。那红娘姐呀，你是该怎样解呢？哎呀，张先生，真不是这样解吗？小生乃是才私密的说讲，这四句诗枉为解错嘛啊！好
一个小姐，连我红娘都爱过了哈。几人间算数的爱过语言，好小姐心眼儿怎样刁钻？看几时笑着心美红娘子呀，小生乃是读书之人，怎么能挑香呢？挑东乡与红娘两不相关，挑也与你，不挑也与你，你们的事我都不管。红娘子，红娘子，红娘子。小姐啊，小姐，我看你今夜是否瞒得过我红娘啊？哈！今晚之事，好不叫人高兴，好不叫人高兴哦。这是小姐要我去挑香啊！小姐叫我挑香，我是非挑不可，我是非挑不可，非挑不可。世子上的物业啊，都已归缴了，食堂里的鸭子都已塞进了。今天晚上要不要烧香啊？红娘，你看这两叶条条，真是烧香。
调调深处情，一枝清香到月娃。我也是，正是烧香的时候呢，故而早把香碗摆好了。我来问你，真故是小姐她要你来的吗？小生那是才死你的说。放轻声一些，她在那边站着呢。去吧。哎，你不要从竹门进去，怕小姐疑心是我来带你的。那，哎，小姐不是叫你跳墙吗？跳吧。哎，红娘姐，哎呀，跳吧跳吧跳吧！红娘姐，红娘姐。小姐，我出门内外都看过了，连一个层银子都没有。没有吗？哦。莫非已将我寄官家？被母亲知道我真好。哎呀，谁呀？小姐，是我。张生，是你呀！哎呀，张生，你来做什么？小生是为了小姐的大错，是呀而来。哎呀，张生，红娘她在这里呢。小姐放心，红娘姐，我在家门口已经遇见过了。可在红娘已明白。哎呀，张生，红娘她要来的呀！你快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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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追吧！哎呀，红娘，红娘！哎呀，小姐，你做什么呀？啊，红娘，我方才好端端的在这里烧香，忽然一股子跳过墙来，你快点与我把它带了下去。花园里我有事，带红娘看看去。哎呀，是在哪里呀？哎呀，是在哪里呀？啊，小姐，我说花园里哪里我有事？原来是个熟人。不要胡说，神难道还有神的说的吗？你也认识的呀？谁呀？张生啊！不管张生李生，快点与我把他带了下去。带到哪里去？带到老夫人那里去。带到老夫人那里，岂不要坏了他的名声？啊，小姐，带红娘来听你试问吧。张生，过来。哎呀，过来呀！跪下，跪下。张生，我来问你，是谁叫你跳过墙来？跳过墙来又做什么？你谁呀？你谁呀？我张生，小娘此文话莫挂，要对你说句中上话。深深的岁月
阳生，谁知你撒旦天来他，黑夜里藏进人家，我当你坚定当，你是来哪？上身，你记住空生之术，必达周公之理。是谁叫你跳过墙来？跳过墙来又做什么？哎呀，你谁呀？你谁呀？你呀？哎，你还与他都讲些什么？还不与我把他带了下去？小姐，靠在红娘门上写上了他吧？看在你的门上，先生大恩，早晚必报。此今几位兄妹似乎有生之心，这位老夫人知晓先生何意思哦？尽看在红娘门上，写上了他吧？少乎你这一招，下次不可。起来呀！哎呀，秀爷，好一个才是你的锁匠，事情总该死心塌地了吧？说什么陈小一颗千金家，准备茶婚唱送手成年光。张先生，哎呀，张先生，你怎么了？我送你回书房去吧。张生病重，请了太医与他调治。想是他定是为了今夜花园之事一起争辩。哎呀，张生啊，张生，你这样一个聪明人儿，难道还不知道我的心？
女儿金，我亲人抱得她垂哭在心，便是这医院抱得难还真。悄悄去到西厢团忙葬身，我方以兄妹之情去团平。小弟，你到哪里去呀？放松好不门人。去有三一位，我看你生死碰撞，像是引来不甚好噻。我去把别人寻得香香的，你再睡一会儿吧。哎呀，你算我做什么嘞？小弟，只要我一步出关门，你天上婴儿不离身。小姐，这不光红娘的事，都是老夫人吩咐我这样xử理的呀。老母亲举断的经。小妹想我自得劲，小姐，你可不要冤屈我红娘，红娘是觉得你的心思的。啊，小姐，你知道吗？丈夫的病越发离越了，不是秦老太医与他调治了吗？他已经睡眠不醒，只剩下一口气了。谁再把家计定？要放儿好子。你替我去送玉葬身吧。哎呀，小姐，你又来了！你哄了我红娘不要紧，那葬身是再也经不起哄的了。红娘，这一方是针对他的真儿女，快拿去。我不拿去。哎呀，好姐姐，今晚绝不哄你，快拿去。我不去，快拿去。红娘，老夫人来了，见过母亲。哎呀，罢了。老夫人请坐。红娘，明日去探望张先生，你去了没有？红娘还不生气你，那你快去呀！啊，快去呀！是。儿啊，
女儿。母亲，为娘在教你。是。张先生曾举过我和家姓名，如今他平在客中，我母女咋不去问于他，岂不为旁人谈论？母亲舍得件事。自从你弟弟去世，我一家三口孤孤单单，寄居不动，也难怪女儿心中委屈。如今只怕你仁恩姑姑早日到来，一来可以见我母女武林百转，不领援军；那二来嘛，也好在了相过谁世之缘。这真是一举两面，一了却为娘一桩心事。儿在想什么？女儿并未想什么。我儿一向孝顺，定能记得为娘之意哟。女儿理会的。天色不早，为娘也要回房从今去了。我儿早些安息。送过母亲。这真是事多情长重，爱恋不绝深哦。江城的你黑山都做了，元帅要人，你女儿不知也不曾嫁人，你白玉风雨，想张生为张生许什么？为中许想张生为。强我在女儿心。哎呀，这谁得的怎么去呢？我是等红娘回来再逐步商量吧。起来呀！
傻丫头，谁下了么？是算天亮，再起来呀！那你怎么好去睡呀？你睡下了怎样杀死那人？什么那人？好，那你去睡吧。哎，小姐，小姐，你这是何苦啊？你把我书生苦走路，把我红娘唱起红，你不该过问红娘心一片，你不该七三八龙神通。啊，小姐呀，你是一为儿闹，一为儿愁，一为儿欢，一为儿空。那张生死，一半儿相思，一半儿恨，一半儿思你，一半儿疯。你明明要了张君才，为什么今晚叫他一落空？啊，小姐呀，你莫怕什么惊恐，我保过你，风不吹，草不动，全部的人心中。凡事多与红娘在，怕什么西厢更万送。小姐，怕什么虚名？死了我红娘，你第二个人知道。小姐，带红娘来替你梳洗梳洗吧。闭上了两只眼睛，与红娘送你去，你什么都不用管了。谁叫你开药房的？没有法子呀。去吧。
门楣。亲自张茶，必心为。请来别了人我台，是喜是愁家不开，倘若有个好歹，我颜面是红，下得来。做什么？母亲知道你每一辈姐姐到花园里去烧香，至今要问你哎呀，莫非老夫人说过西厢之事？倘若拷问起我来，又叫我怎样回答？红娘，哎呀，红娘啊红娘，你且不要惊慌，进去见过再说。红娘拜见老夫人。小姐人万不与我跪下。母亲你怎么了？不要你管，快去家法来。老夫人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跪呀？下去。红娘，哎，你知财吗？红娘不知财。小姐人万事无财，谁叫你夜不三更万物小姐到花园里去？哎呀，红娘不曾去呀。不曾红娘只有不管其心，谁进来？坏了，进来！我命你陪小姐迎接入神，才叫你迎着他无言乱走，花江城凡雨来，凡事皆许，免得我同家法，你小命安虑。你不是我当死你这个小贱人！哎呦，夫人不要说了怪事，红娘是你与我讲。红娘那人与小姐怎么样？也说是定了真身，定了真身做什么？我已相信将军。你将军什么？他是哥哥领军，要到西厢去。那你们去了没有？去了。不得我的言语，你们去问儿做什么？问儿嘛，就是问儿，有什么好说的呢？你们去问儿，那张生说些什么？他是主人相恩当作仇，今叫小生在半道上洗浴。以后你这以后
小姐的话不夸生。做什么呀？以后呢？哎呀，事情到这里就完了，哪有这么许多以后啊？小姐的话不夸生。二三上来上头，早已成呀黄昏。这样插花如吹的事情，对，我把这金水拉到官府去。老夫人，你要告谁？告张生。此事怨不得张生，也怨那个不识羞的钱，也怨不得小姐。都是你这个死丫头一成之故。哎呀，老夫人，这都是你家的事，哪里怨得着我红娘啊？哈，此事倒怨谁嘞？这都怨怨哪个？这都怨你老夫人。怨我？夫人上告到官府，夫人身上现有3个不是。我还有3个不是，我问你这一夫人啊，当时君为不就是你身面对3把身中虚幻把马将军真为计先上上身一封信，好姻缘本一天配平，你恰是以冤报得回心事。夫人啊，查到宫廷逮捕时，你言而无信，句难辞。这儿你侧妇儿与反妇儿，一类长生的心相似，才是这冤女狂主两的对面，问一故事家不念，你不是。抬到御史问问是谁家的千金犯了事，到那时夫人终于莲花生，你将何以为得来？岂不是说了相国的家一笑
只得要32银，不同操此之。此事难道罢了不成？哎呀，事已到了这个地步，这罢也由不得你老夫人，不罢也由不得你老夫人哦。哈，那以礼之节呢？哎呀，老夫人，红娘跪去了。小姐人起来家，多谢老夫人。老夫人，以红娘之见，倒不是杀鸡小个人妻妹子，把小姐许上身，不是我了吗？这丫头一言当头，我心看，大家老身为了难，我这将应许了张君才，他怕一赠与我家盼，我这将张身送官去君堂，为的是新国门楣从此散，结吧，倒不是全将应许张身。明君三，红娘，哎，去唤小姐来。是。啊，小姐，快来！啊，红娘，小姐，西厢事发了。方才老夫人拷问了红娘本身，她那瓜上儿只是滴溜溜的在红娘身上当作呢。哎呀，红娘，真太委屈你了。没什么，都叫你说过去了。啊，小姐，老夫人要把你许配张生了，快来吧。红娘，事到如今，叫我怎么好意思去见母亲？哎呀，小姐，你又来了，是君娘的跟前，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去吧。见过母亲。你这都是我的孽债，我也冤在谁来哟？红娘，哎，去把那个禽兽用还来，还哪个啊？张生啊！啊，张先生，快来！红娘子，可是小姐她还我啊！哟，你倒是往好的上面想。告诉你，西厢事发了，老夫人欢迎你。啊，小人惶恐，红娘子呀，你与我做给小儿吧。啊！哎，事已大了，做给不了，快来吧。哎呀，事到如今，我怎么好意思去见老夫人呢？你看，先前挑上的担子又有多大，自己的担子又有多小。告诉
诉你吧，老夫人要把小姐许配你了，叫你去见丧母娘呢。真的？哎呀，谁哄你来？快来！见过老夫人。好一个保养秀才！我好一留你今日细想，你竟做出这种非礼之事，本当送你到官。如可了相公家身，莫奈我就将一人许你为妻。江山神功慢，看远一见，我家三思不早，把一女婿。明日你我上京赴死，得官回来与我儿成亲，杀不得官，休要来见我母女。红娘，政府准备促销备得去年，明日这里上帝与张先生见你。儿啊，谁为娘进去？你莫因慈悲，老身此番送你上京赴死，愿你得官回来与我儿成亲，杀不得官。要知道我家三思不早，把一女婿。长孙，你随我随中喝了这一杯吧。红娘，吩咐逃出时候，我与小姐先回去了，请张先生上马。母亲，时候过早，你们分别几句，不要误了他的引人。为娘在出场等你。
一切无论得管不得管，都要结草回来的呀。小生理会的。言从有心，血红对呀，心底外动。冤情正中报冤屈，此一曲快马推风是要理，生死算报千金题。皇城玉露面一照，夜边上交岂要子，你休要一层玉叶无消息呀！我这里情乱有心凭须记。你恰手金榜顾命运，死不亏呀！今日子也当金鸡，得管回来永有情，不得管回。等出吧，小心，老夫人请你等出。儿啊，意思，快等出吧。我操，我是对付哪里也没有事。兄
这不对，看看。